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袁娜啦。阮做学生的吼，上期待的就是去校外教学的时阵，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佚佗。行，佚佗汉字写作佚佗，是造字的。罗马字写作佚佗，佚第四条，佗第五条。俗语讲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所以足多学校拢会安排校外教学，让学生去世界行行看看咧。这款教学方式加佚佗旅行的目的足相像，拢是要开阔眼界，莫让学生规年透冬拢屈伫学校。因为校外教学亲像咧旅行佚佗，坐游览车、大饭店，所以学生会足欢喜。穿喙食物四手凉水，袂输要去游览、度假，毋但学到知识，转来阁会炸土产做伴手，真正有够舒服。较老阮的细汉的时，互我教学无像即马坐游览车，拢是用行的，叫做远足。大部分拢去郊外所在，去遐看景致。甲佚佗类似的词，阁有旅行、观光、游览、度假，足水的风景，也是足有名的所在，咱会使讲景致、名胜。煞了，咱要来介绍一首甲旅行佚佗有关系的良谣。坐飞机看天顶，坐大船看海影，坐火车看风景，坐公车钱较省，坐牛车神煞万灵应。学习佚佗、远足、旅行、观光、游览、度假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今仔日咱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要去佚佗啊，咱后摆再会。